將嗰個音呢攞一束啦，然之後將佢分開3束，將佢揼咗成3手邊啦。中間搭喺左邊嘅下面，中間搭喺右邊嘅下面，如此類推。用幼身嘅橡筋將佢紮好，然之後呢，將所有嘅頭髮呢就放晒喺右邊嘅，跟住呢，亦都係啦，將佢分成3束啦，亦都係將佢揼成3手邊，中間搭喺左邊嘅下面，中間搭喺右邊嘅下面，如此類推。之後呢，用橡筋將個尾部紮好，之後呢，將嗰個尾部呢就捲上去右邊嘅下方，然之後用髮夾呢將佢夾好。然之後呢，前面嘅3手邊呢，就將佢栽翻埋後面，留翻少少尾部。尾部其實可以將佢 set 攣都得，用個髮夾將佢夾好，咁就完成㗎啦。希望大家會鍾意我今次嘅分享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